講完股市，我哋去睇下樓市。市場形容樓價升勢持續，慢慢向上，似乎有回暖跡象。但業內人士提醒，依家樓市更似一個分化市，地區、屋苑、樓齡、供應，決定你買唔買得起，買唔買得落。樓市方面，近排你會聽到一個關鍵字分化，指數有上升，但唔代表每個屋苑、每個地區、每一類戶型都一樣好賣。官方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有提供全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等統計，顯示樓市分析仍需睇長線數據同成交量，而唔係單靠一兩個星期。今年九運火旺，地產屬土，玄學界普遍較審慎。七仙羽師傅就曾以火不旺地產去解讀九運，並提到高息與經濟環境疊加下，樓市或延續弱勢到2025至2026，提醒市民量力而為，唔好硬衝。雲文子師傅亦以奇門卦象角度形容地產暗湧未除，新界某些區域壓力可能較大。李成澤師傅就認為基本住屋需求仍在，但豪宅市況未必穩，反映之前講嘅分化市，地區、屋苑、樓齡同供應決定成交力度。結論係睇樓市唔好只睇指數升跌，更要睇成交量、議價幅度同供款壓力。